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石榴树核准用来治疗着阿兹海默失智症的新型的药物，今仔日开始做咯。不过要先经过医生的评估，只有轻度认知障碍、甲初期亚病患者才来适用。这个疗程至少是1年到1年半，费用大约是150万，这对大多数的患者来讲是真大的负担。护理人员为管仔内底抽药丸，搁准备去大堂内底开始疗程。这罐唔通看希无，对失智患者来讲，仍看到真侪希望。这一车做过程差不多是30分钟，将做全国第一剂针对失智治疗的针剂，只是借由深度大脑内底致病类淀粉2倍，让失智症未遐快恶化，敢若对轻度认知障碍和初期病症患者有效果。头一批药丸伫咧今仔日透早到新北阿东病院，不过想要做无遐简单，疗程要12个月到18个月，差不多要开150万，对真侪患者来讲负担真重。如果不打或放任它继续往下的话，它大概在5年、10年，它就会到这种完全不认得人的那种状况。如果这个药可以让它再多个5年或10年的生活品质，我觉得一点点钱是很值得的。定定无头神，或者是一直做同一件代志，恐惊就是轻度初期的镜头。若是做检测，类淀粉基底指数12以下是正常，25到30就已经是变严，超过30要建议用药治疗。不过，若爱考虑到你钱包的角度，身体嘛爱会堪起。副作用它可能有点状出血，所以本身来讲，有吃抗凝血剂的长辈是不可以使用的。它有 double E4， 就是同父亲、母亲带进来的 ApoE 都是 E4 的话，这种病人也不能打的。新型药丸虽然会当予病症未遐快恶化，不过失智症好袂离。随医学发达进步，对于患者来讲，已经会当看到真侪希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